无人袂得甲人斗，劝人毋免想计较，命运互人扫袂熬。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上苦。什么缺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有志气着赢你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，你终也着快乐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毋惊失败赢你哟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上苦。什么缺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我多谢你，给我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较早我毋知要安怎做人的红婿，我就是讲爱一个人，就是爱得到伊的全部。即摆我知影爱一个人，就是爱替伊想，无怀疑，无怨妒，一世人拢无怨言，敢有忍耐，敢有体谅。安尼翁仔某才行会久长，对无？看到因翁仔某会当好好，我实在足欢喜。自从我中风了后，我就是讲我会孤孤单单过后半世人。想袂到今仔，我看到我的亲生后生子女，摕着硕士倒转来。我对当家的祖先，总算有一个交代啊！过几工啊，阿兄甲阿姨，因拢要搬转来，明仔载宿丁嘛要倒转来，大下厝又搁恢复甲较早同款，遐尔啊闹热，我一定要好好啊把握，珍惜天公伯啊，予我这摆机会。尤其是宿丁，我要用心对待伊，来弥补过去伊所受的痛苦。宿丁啊，宿丁嘞，宿丁啊，宿丁啊，啥物代志？我有物件要互你带，来，这，这件衫。你煞去又袂记的，这是咱头一摆见面的时阵哦，你所穿的衫啊，我甲洗啊安尼清气荡荡，甲想我好势溜溜。因为我相信吼，总有一天啊，你会穿着这件衫哦，搁倒转去恁兜。我桑，我真感谢你，我感谢你哦，这阵仔会当收留我，照顾我。小天呀，哎呦，啊你哪咧哭啦？唔通哭，唔通哭，吼！我桑，若毋是拄着你吼，我早就死伫咧路边，变成孤魂野鬼啊！你敢知影？你教我足多，你互我
对人生的看法，拢完全改变啊！你嘛，互我了解着，我以前所做的代志，拢是在伤害我家己，嘛是在伤害别人。我相信哦，从今以后，我袂阁自私啊！我会替别人设想，我无想要阁做一个互人讨厌、互人怨恨的苦属丁啊！安尼真好。其实哦，你的出现对我的人生哦，也是真有改变。我安尼看着恁囝，遐尼啊用心，遐尼啊友好，我就一直咧想讲，过去我是毋是一直拢无重视阮囝对我的好心？也一几工哦，伊逐工就来遮，来拜托我转去。我心肝内嘛是真有感，我嘛逐工就咧想，我是毋是应该转去迄间厝的？我是毋是应该转去阮囝的身躯边？哦，三，你离开厝的哦，遐尼侪冬啊，应该转去啊。你嘛离开厝的遐济工啊，啊，你明仔载就要转去啊！恭喜你，恭喜你吼！我转去了后吼，我会定定来看你啦。好，我甲你讲吼，我若是吼要转去阮囝遐吼，我头一个哦，一定甲你讲，一定甲你讲吼。桂官，我整个人敢好？阿爸，你安尼哦，足缘投的啦！阿母看到你一定足欢喜的。我足紧张的呢，比要带恁阿母吼，我足较紧张啦。阿爸，免紧张啦，是讲阿母足无简单才转来，千万唔通搁离开啊！阿母啊！阿母，你来过来要创啥的啦？转去啦！阿母，后礼拜就是恁孙仔的生日啦，伊伫吵要看阿嬷。阿母，你带我转去好无啦？等后礼拜才生日的，我后礼拜才转来就好，也毋是今仔生日啦，遐赶紧要呢啊！阿母啊！哎呦，阿母，阿母，市长啊，你准备好未？市长啊，阿母的头鬃吼，敢有足乱的哈？阿母，你足水的呢。哎呦，水也无水哦，阿母家己知影啦。我的意思是讲吼，我敢会看起来吼，精神无好哈。袂啦，好啊，阿母咱紧来转啊，莫让阿爸等伤久啦嘿。志玲无来哦。阿兄哦，就因为阿伯甲姨妈因要搬咱个大衙厝大，阿兄吼去甲因斗相共整理物件啦。伊要搬转来哦。是啊。安尼足好诶，安尼足好诶，安尼吼，大家都会讲吼，搁住斗阵安尼，真好真好。毋过阿母，阿妹啊嘛要做伙搬来，阿爸一直惊讲吼，你会反对啦。我哪会反对啦？恁阿爸就是安尼啦，熬操烦哦。阿母，你真正变啊呢？我变甲安怎？你变甲吼，比以前更较水啊！市长啊，阿母遐尼老啊，才要水也无水啦。好啦，咱紧来转啦吼。你等我一下吼。我送啊，嘿，小姐，要转来呀？嘿，我要转来去好好吼。好。你唔通袂记得哦，咱得约束吼。哎呦，我呢会袂记的啦，袂，你这里放心，这里放心哈。阿婆，嘿真多谢你哦，这阵仔甲阮阿母遮尔照顾着。哎呦，好啊，莫一直甲我说多谢啦，紧带恁老母转来，莫互你厝内人等伤久吼，紧去紧去紧去，阿母，豆豆行吼，别啦别啦，好好好，紧去，阿婆再见。好好再见再见，好好好，再见再见。阿母啊，你看咧阿婆，阮带因囝转去啊，你是当时要甲我转去啦？阿爸，阿母转来啊！阿母
母，来，进来进来。阿母，淑琪，你一定足忝，入去休困。志忠，去扶恁阿母进去房间。好，阿母。淑娟，你的房间吼，我拢叫囡仔甲你摒扫过啊。床巾、甲桌巾拢换新的，你敢唔介意？建昌，多谢你。来啦，坐啦。我倒茶互你啉吼。建昌啊，我来就好啦。这杯互你，你嘛坐啊。淑娟啊，真佳哉，志云哈，拄好为美国倒转来，爱去甲你苦劝，你才肯倒转来。你敢知影？这段日子你无伫个，无转来慰劳，大家吼，拢为你做烦恼的呢。建昌啊，互你为我操烦恼，实在真歹势啦。你无伫个这段日子哦，我常在咧想，你为少年到即摆，为陈家牺牲遮尔多，过去哦，我无应该对你遮尔啊歹，无应该讲遐尔啊多话，甲你责备。我嘛袂使讲哦，拢无徛着你的立场咧替你想。唉，我就是安尼啦，遮尔啊自私。才造成咱陈家吼安尼弄假散摕，乱七八糟啦。这一切哦，拢是我的唔对啦。建昌，我无伫咧吼，这个厝的这段时间，其实我嘛想足多啦。我会甲家己补甲安尼，拢是我家己找的啦。第一名戏出大野厝，感谢你的收看甲支持，希望恁继续行情。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，大野厝，赞！呀哩哟，呀哩哟，有一曲着呀哩哟，俗风赢着才苦了苦。我无伫咧吼，这个厝的这段时间，其实我嘛想足多啦。我会甲家己补甲安尼，拢是我家己找的啦。你敢知影？伫围炉的迄一天，阿元的查某囝，嘛是市中的总经理，伊带我去因兜。伊甲我讲，陈家只要有我躯壳顶伫的，就会母家弄假散体。家欠不离，迄当初我才知影，原来我是遐尼啊，互人讨厌。这阵啊，我住咧学上遐，我看到伊处处拢在为别人设想，伊
甘愿牺牲伊家己，来成全伊的囝儿新妇。我看伊过甲遐尔啊快乐，我才知影，我是一个唔知影珍惜的人。其实李官甲志忠对我拢足友好的。自从你搬转来大衙厝以后，你嘛对我足好的。是我家己爱怀疑，爱食醋，想过自私，唔知影满足，唔才互恁大家的日子拢变甲遐尔啊歹过。讲起来要怪，应该爱怪我啦。好啊啦，无人会怪你啦。转来就好，住伫大厦厝的每一个人，无人会怪你啦。李官，我真正足欢喜的呢。我已经袂记顶一届阿爸甲阿母会当坐伫遐安尼有讲有笑，是啥物时阵的代志啊？是啊，阿母总算是回来啊。我希望所有纷争会当到这结束。我相信一定会啦。记着，阿伯甲姨妈要搬到咱大廈住大。咱规家伙仔总算是会当团圆啊！我还记得细汉的时阵，有一天老师在上课时阵甲我讲，伊讲这个社会上可贵的就是家庭伦理。规家伙仔来当生活在同一个厝内底，有长辈是大，有子孙是细，大家互相尊重，互相关怀，安尼代代相传。迄样阵，我就足希望我会当生活在这种家庭内底。今摆我的愿望总算是实现啦，我足欢喜的。志忠，代替我好好珍惜。会啦，李官。虽然我毋是阿爸甲阿母亲生的，啊，毋过我伫咧这间大厦厝大汉的，伫咧这间大厦厝成家立业，我是陈家的子孙。我这世人拢是，我一定要下这间大厦厝，继续搁再兴隆起来。对啦，志忠有甲你讲无？阿姨、阿福啊，甲阿妹啊，还有志英，拢要搬转来大厦厝呢，你敢知？我知啦，志忠拢有甲我讲啊啦。啊，你有同意无？我欢喜就袂赴啊。哪会无同意啦？咱这间大厦厝已经冷冷清清遐尼久啊啦，啊，即嘛足无简单，因拢要转来啊。这就表示讲咱陈家阁会当兴旺起来啊，这是一件好代志啊。叔弟，你放心啦。虽然大家拢搬转来大厦厝，也毋过你永远就是陈家的头家娘。建昌，即马我无想要搁做陈家的头家娘仔啦。我即马想要做的是一个无烦无恼的家后，疼痛新妇的大家，照顾三顿的阿母，平凡快乐的欧巴桑。第一名戏出大厦厝，感谢你的收看甲支持，希望你继续捧场。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，大厦厝。呀哩哟，呀哩哟，有一起着呀哩哟，幸福赢着才苦了苦。安怎？你忝啊？毋是啦。
我是伫咧想，假使讲阮阿母若伫咧，一定甲咱同款，即马伫咧整行李，准备要回去大爷厝。我相信，阮阿母伊的心情一定足复杂的，因为大爷厝过去有互伊快乐，嘛有互伊搁较侪痛苦。志玲，啊，你阿母哦，都已经过身遐久啊，莫阁想啊啦，愈想哦，心肝来愈艰苦啦。我就知啦，拢怪我啦，怪我这个面啊，甲恁阿母生做较同款，唔知害你想到恁阿母。其实吼，我袂当着阮阿爸进前吼，我是足介意我这个面，因为我感觉吼，我生做足水。啊，自从吼当着阮阿爸了，我就足后悔。为什么啊？你敢知影？为着我这个面哦，互拍互骂，啊，搁互当作是鬼呢。进前哦，连恁阿爸、搁阮阿爸，为着我食醋，差一点仔就拍起来呢。假使讲哦，伊若是因为我水，啊，我就无话讲啊。结果是因为我生做甲恁阿母同款，你看我是毋是足有趣嘞？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人生的舞台，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演出怎精彩？有缘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家己写出来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。